在讲台顶，你讲课教册校长甲教授，若去参你做事，会有啥物款的收获呢？政治大学的校长郭明正有“郭大炮”的称号。4年前响应都市农经，所以号召30外个教授，甲这个学校后山将近600坪的趴园地开垦做农田，而且发起着任用栽种。即卖一大片的趴园地已经种菜、种果树，种甲满了。咱就来探访这场校长甲教授的开心农场。远远看过去，规片的果园和菜园，入口家用边啊，是结果亲像果仔顶同款挂伫树枝头。另外一边树仔顶悬生甲全篱网，等要修成，还佫有规大片翠绿色的古菜园，和周围拢无人的景象形成强烈的对比。拜六下晡，大人无因收挂果实，囡仔伫边啊耍甲真欢喜。这不是庄卡的田园，是正大校园。我近后山一块神秘的农地，600坪的农场主人就是伊。经由种菜，让我们得到很多的快乐，而且不是一个人的快乐，而是很多人的快乐。郭明正2018年就任正大校长，伊嘛曾经伫年金的改革顶悬直接明讲，叫外界称作郭大炮。逐工伫办公室办公、签公文、走行程，但是只要是放假有闲，就会转换身份。摇身一变，写字换身 polo 衫，上车进前请早就准备好的虾果、龟梨啊，都会农夫郭明正准备落田。学校的树叶就把它在这边做堆肥，流出来的那个就是易肥，我们拿着易肥来浇这些果树、菜，我们就长得非常的好。我们可以种出这样的柠檬啊，那有水不？哇，这大了，对吧？哇，这超级大呢！啊，这个是他们现在在摘的四季豆，这可以收了，可以收了嘛？哈，结实累累，厉害。我们种的百合花是这样有几朵？你看看，9、10、11、12、13朵。满面的笑容，用心照顾每一张作物，就亲像对待家己的囡仔同款。4年前，郭明正向学校申请一块趴园足久的土地，组织成立社团，有30外位感兴趣的教职员加入，共同体验校园内底农村生活。这有虫子经过，所以它会变形，就长得不好。所以只要变形就要采了，因为它不会再长。很漂亮嘛？哇，这不摘也不行。对啊，这个是今天要摘的，你到下礼拜就采了。化荒腐为良田，今天经过5年来，完全是有机的耕种，现在也有30-40位同仁参与的这项有机的农耕，我想大家都得到很多的快乐，也得到很多更美好的生活。休息假日来除草，对对，很疗愈啊。对啊，舒压的方法。它不是一般市民农场，给一个人2坪5坪，由各自去耕种。我们采取共耕共赢的方式。若是管家己的名，共同耕作做伙经营是郭明正推动农园主要的概念。这嘛是30多年前留学德国的启发。伊将土地规划做1/10是私人体验区，另外7成是共耕共赢的耕作区、个人芳草区，修行都是成员共享。我是相当的高兴哈，每一次种哈，我们种下一棵小苗的时候，都是种下一个希望。那开始的时候，我必须说我自己在山上种木瓜都失败，那包括在这里种木瓜，也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说可能吗？后来都种成了。只要你愿意耕耘，你就会有收获。这是从这样的收获中，我们得到很多的快乐，得到很多的启示啊。
来，换老李讲话了，李院长讲话了。李丁科是郭校长30多年的好朋友，嘛是正大国际事务学院创院的院长。无教册了后，改行做农夫，地瓜梨啊、手手啊、青虾果，和郭明景做伙打造开心农场。难道像不像农夫？是很像吧？要把这个草除掉，当然才可以施肥。真的哦。那个肥料不会被玉米啊、被那杂草吃掉。吃掉哈。对。我们老李是第2任厂长，是李院长啊，他是过着最快乐的退休生活。对，我是外交系老师，我现在退休了，是兼任。那我的老家种田种菜，所以对种田种菜是有点经验的。寒暑假有的周末都回家呢，什么浇水、拔草，然后什么施肥啊，然后喷农药啊，所以那些容易做我都会做。做事爱忍受热天的炎热，嘛爱忍受冬天的寒冷。看到原本拢是废土、石头的趴园，生出规片的青菜和水果，是这阵原本摕纸笔徛伫讲台顶悬的教授，教课以外另外一种学习。但这边是什么呢？是从无到有。就是说这边是做东西啊，他们看起来是很热啊，满头大汗，但是我们把它当运动。你把它当运动的话，怎么呢？舒压。第二个就是身体很好。来到这边之后，怎么大家都就是没有什么压力？为什么？你就忘记你的研究教学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像我们的校长，你看他现在忙得要死，其实他最喜欢来这里，为来这边他就没有压力耶。那这是迄个黄豆粉的意味哦。要退起这座农场，可因那个无够。郭明景特别去找一位专业的农民来指导，传授有机耕作的秘诀，甲收集来的落叶顶悬铺布旁，落叶分解了后接变成是肥料，甲这片开心农场打造成天然无毒的园地。讲那个种菜那个处理者有什么？敢若有啥病虫，有什么迄落要爱安怎处理，爱安怎迄落啊？因来，敢若意思讲因来靠草来保养啦，来压水啦，来迄落安尼，压水。你看这里面都是啊，这是我的雨鞋啊，雨鞋。对啊，这是我运肥料，你看这是我的砍草刀啊。那我通常来我就除草吧。拍开后车厢，伊载的不是商业的册，嘛不是研究报告，是规车农夫的用具。没错，就是这样。穿西装、皮鞋、披金龙加公园课，随开车上山。其实这个草就直接放在这边，然后防止草再继续长，就是这样。定期有空大家就来除草这样。这是番茄，这个立刻就有了。日头下高温下，伫农地除草、压水，行10分钟就已经规身躯拢干。裴金良专业是风险的管理，但是出身务农的家庭，这种辛苦可以袂到。就是因为我们平常就是在工作也很忙，然后这个在校园旁边，我们就是利用这个工作之余，比如说回家或是上班的那个路程，就过来这边劳动。当然，我们自己也有一些固定的劳动时间，像比如说我们大约比如礼拜2、礼拜6，那因为有时候需要更多的人力的时候，大家聚集起来比较好做事，比如除草啦、整地啦，或做一些集体劳作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固定。那平常大家就是有空就过来，因为大家是等于说大家共耕，好，大家一起来耕作，所以你看我这样的穿着是很正常的，就平常就是下班上班就是过来这样。心灵满足是因做事上大的动力，尤其是坚持有机栽种的方式，唔那是实现郭明志心内底对都市乡村的梦想。在校园内底，嘛是对学生实农教育上好的场所。所以我觉得在这边做事呢，我得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满足感，对不对哈？那再来就是说，我觉得在这里能够直接亲手的品尝到自己辛苦的结果。那我回去餐桌看到自己种的东西是非常快乐的。整桌里面呢，除了少部分不是我自己的劳作，其他都是我自己的结果。我觉得那是很不一样的感觉，对。我想很多人都很喜欢乡村，很喜欢退休之后能够有一块地。让自己原来的美梦可以成真，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得到的。尤其如果大家觉得回归土地、拥抱大地、跟农民在一起做朋友，是一件美好的想象，是一个
人人的期待与向往，那还是可以实现啊。那就透过像社区、农园大家的共耕共赢，这是可以实现的。这几年来，台湾慢慢兴起都市农耕的风潮，把冰冷的都市变成是绿地农园。这个梦想未过遐尼遥远，温馨伫近代校园当中，小小的一个餐地，是校长郭明正和教授因上课了后的撇风港，嘛是每一个人心内底满满的幸福。坚守这片生机和绿意，到这身更加水的都市风貌。伫这个冰冷的都市来打造一块良田，政治大学的校长甲教授为环境来守住一片的绿意，嘛甲这生活过甲真趣味。